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。而家物價越嚟越貴，出街食餐飯，隨隨便便都要50、60蚊。如果想食好少少，分分鐘要成100蚊落樓。對於我哋呢啲已經退咗休或者準備退休嘅老友記嚟講，每一分一毫都要使喺刀口位。但係你知唔知，其實我哋手上嗰張長者卡或者樂悠卡，簡直就係一張搵食金卡。只要你識得用，識得搵，一年落嚟慳埋嘅飯錢，分分鐘夠你同屋企人去多一轉旅行。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坐低慢慢傾，將全香港最齊全、最抵食嘅長者餐飲優惠，仲有政府同社福機構嘅飲食支援，一次過由頭到尾講清講楚，等大家可以開開心心食得好，又可以守住個荷包。講到長者優惠，大家最直覺諗到嘅一定係大家樂、大快活同埋美心呢啲連鎖快餐店。冇錯，呢啲地方係我哋老友記嘅飯堂，但係入面嘅優惠其實係有好多細節位㗎。首先講下大家樂，佢哋個長者卡專享優惠，通常係如果你申請咗佢哋個會籍，每次食飯買滿30蚊就可以減2蚊，或者係送嘢飲。雖然2蚊睇落去唔係好多，但係如果你一日食2餐，一個月落嚟就慳咗100幾蚊。而且大家樂最正嘅係，佢哋成日會有長者特惠餐，可能係一份簡單嘅肉燥飯加杯茶，30零蚊就有交易。跟住就要講下大快活，好多老友記都中意大快活，因為佢哋個長者卡優惠做得好直接。只要你攞住張長者卡去收銀處，佢哋通常會有一份專門俾長者嘅餐單，又或者係特定時段，好似下晝茶咁，只要你掃張卡出嚟，就可以用一個好平嘅價錢食到個雞翼公仔麵或者西多士。而且大快活有個好處，就係佢哋嘅服務員通常都對長者比較客氣，見你行得慢少少都會幫下手。呢啲心理上嘅體貼同埋嗰幾蚊嘅折扣一樣咁重要。再嚟就係美心嘅 Max， 佢哋每個月都會有長者優惠日，通常係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四，只要你買滿指定金額，就可以有88折或者9折。你要記住喎，唔係日日都有咁多，所以老友記要學識睇月曆，揀啱日子先去大快活或者美心大餐一餐。除了呢3大巨頭， KFC 同麥當勞其實都有長者優惠。KFC 通常係買滿指定金額送葡撻或者熱茶，而麥當勞就更加直接，朝早11點之前，只要你出示長者卡，買任何嘢食都會免費送你一杯熱港式奶茶、熱咖啡或者熱豆漿。雖然係一杯嘢飲，但係朝早同老友聚下頭，吹下水，呢杯免費茶真係暖入心。不過，除咗呢啲快餐店，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係咩？梗係飲茶啦。講到飲茶，長者卡就更加大用場。好多酒樓喺星期1至星期5嘅早茶同午茶時段都會有長者優惠。有啲酒樓會免咗你個茶錢，有啲就係特定點心特價，可能一個蝦餃只係需要10幾蚊。特別係一啲老牌酒樓，佢哋好歡迎長者，因為長者係佢哋最穩定嘅客源。我建議大家，如果你平時有開邊間酒樓，一定要問下嗰度嘅經理，我呢張卡有冇嘢送㗎？好多時佢哋未必會貼個大字報喺門口，但係你開到聲問，佢哋通常都會俾個折你，或者送碟油菜。講完食肆，我哋都要講下買餸。雖然大家而家可能少咗煮飯，但係屋企總要備啲糧油雜貨。百佳同惠康呢2間大超市，其實都有針對長者嘅日子。通常係逢星期3，持長者卡嘅朋友去百佳買佢哋自家品牌嘅嘢食，可能會有9折或者送禮券。惠康都一樣，佢哋會有特定嘅長者卡優惠日。大家買米、買油、買廁紙嘅時候，記得一定要揀呢啲日子去。除咗大超市，美心西餅、東海堂、聖安娜呢啲麵包鋪，通常都有長者優惠，可能係買麵包有95折，或者買夠20蚊減2蚊。你諗下，每日買個早餐包，日積月累都係一筆錢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，我點樣先可以掌握到咁多資訊？我又唔係後生仔咁識上網。其實最簡單嘅方法係手機裝一個叫長者卡嘅應用程式。呢個程式係由社會福利署推出嘅，
入面清清楚楚列出咗全香港成千上萬間參與計劃嘅鋪頭，入面唔單止有食，仲有衣食住行。如果你唔識用 app 都唔緊要，你可以去返你屋企附近嘅長者地區中心，即係我哋俗稱嘅長者中心。入面嘅社工或者福利幹事，佢哋手頭上通常都有一本好厚嘅長者卡優惠手冊，你可以叫佢哋幫你查下附近有咩優惠，甚至有啲熱心嘅社工會幫你 print 張清單出嚟，等你可以貼喺雪櫃度，出街之前睇一睇。另外，我一定要提提大家樂悠卡。而家大家都知道，60歲以上就可以申請樂悠卡，2蚊搭車係好抵，但係好多老友記唔知，其實樂悠卡而家已經慢慢取代緊舊有嘅長者卡功能。好多商戶已經將優惠同步咗，只要你出示樂悠卡，佢哋就當你係長者卡咁處理。不過有一點要留意，長者卡係65歲先可以攞，而樂悠卡係60歲就可以申請。所以如果你係60至64歲呢個階段，你暫時只可以享受樂悠卡嘅優惠，未必每一間鋪頭都會俾60歲嘅人長者折扣，呢一點大家要去到門口問清楚。除咗商用嘅餐飲優惠，我仲想同大家講下政府同 NGO， 即係非政府機構提供嘅飲食支援。呢樣嘢對於一啲行動不便或者係獨居、經濟比較緊張嘅老友記嚟講，真係非常之重要。首先係惜食堂或者齊惜福呢類機構，佢哋會將一啲剩餘但係依然安全、高品質嘅食物煮成熱辣辣嘅飯盒，免費發放俾有需要嘅長者。如果你屋企附近有呢啲發放點，你可以去登記，唔好覺得難為情。呢啲係社會對長者嘅一份尊重，亦都係環保嘅表現。將食物回收再做，總好過嘥咗。仲有就係送飯服務，即係專業啲講嘅家居照顧服務。如果你因為身體原因唔方便每日落街買餸煮飯，你可以透過長者中心申請送飯。呢啲飯盒通常都係由營養師設計，少油、少鹽、少糖，非常適合老友記。雖然呢啲服務可能需要少少費用，但係政府通常會有資助，根據你嘅收入情況，每餐飯可能只需要10幾蚊，甚至幾蚊。佢哋會每日定時定候將熱騰騰嘅飯菜送到你門口，仲會順便問候下你。呢種溫暖係連鎖快餐店俾唔到嘅。講返點樣去發現呢啲隱藏優惠？其實除咗睇官方 app， 仲有一個好方法，就係口耳相傳。我哋老友記平時去公園散步或者去中心玩，一定要同其他老友多啲交流。例如你可以問下，喂，張師奶，你知唔知邊間酒樓最近下午茶最抵食啊？或者陳伯，你尋日去嗰間茶餐廳係咪有長者卡減5蚊啊？我發現香港嘅老友記其實好醒目，佢哋往往知道一啲連官方網頁都無寫嘅秘密優惠。例如某啲街市嘅魚檔，如果你係熟客，又或者你出示張長者卡，佢可能會送多2條蔥俾你，或者收少你2、3蚊尾數。呢啲街坊情誼係香港最有人情味嘅地方。另外，大家都要留意一啲季節性嘅優惠，例如中秋節、農曆新年，好多連鎖店都會推出長者預購優惠，可能你買月餅或者年糕，用長者卡可以有額外嘅折扣。仲有一啲大財團好似新鴻基或者恒基咁，佢哋旗下嘅商場有時會舉辦長者購物日，入面嘅餐飲商戶會集體提供折扣。大家去商場行街嘅時候，不妨多啲留意下商場嘅諮詢櫃台，問下嗰度嘅客服姐姐，今日商場有冇長者優惠啊？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心得，就係主動出擊。好多時候，餐廳門口唔一定會貼住歡迎使用長者卡，但係只要你見到係大型集團或者係開咗好耐嘅老字號，你買單嘅時候，不妨笑笑口問一句，請問長者卡有冇優惠啊？好多時收銀員會話，我有啊，減2蚊，或者有啊，送杯茶。如果你唔問，佢就當你係普通客咁收錢。老友記，我哋要記住，呢啲優惠係我哋辛辛苦苦做咗幾十年嘢，社會回饋返俾我哋嘅，攞得理直氣壯，唔好覺得尷尬。除咗實體店，而家連一啲外賣平台都開始關注長者市場。
雖然我哋未必個個識用手機叫外賣，但係如果你屋企有後生仔，你可以叫佢哋幫你睇下。有時外賣平台會有長者專區，或者係特定嘅優惠碼。如果你想喺屋企食餐好嘅，又唔想煮，呢個都係一個可以慳錢嘅渠道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雖然慳錢好重要，但係食得健康更加重要。好多長者優惠餐可能比較多煎炸嘢或者多鹽，大家喺揀餐嘅時候記得要均衡飲食。例如喺大家樂或者大快活，你可以要求小飯或者轉菜，多數餐廳都會配合。我哋慳錢嘅目的係為咗生活得更有質量，等自己喺晚年可以有更多嘅餘裕去享受生活，而唔係單單為咗慳而慳。大家聽咗咁耐，係咪覺得原來自己手上嗰張卡咁有價值呢？其實香港社會對長者嘅支援真係算唔錯，只係資訊有時比較散亂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具體嘅店鋪名單，或者想知你嗰區有邊間社福機構提供飲食支援，你可以試下同身邊嘅後生仔一齊研究下個長者卡 App，或者聽日就去你屋企附近嘅長者中心，搵個社工傾下計。